好多人食完飯之後總係提心吊膽，啖攞出血糖機。如果今日嘅數字靚，就可以鬆一口氣，覺得自己仲可以多食2啖飯。如果聽日嘅數字一飆高，成個人又瞬間跌到谷底，開始反省自己係咪又食錯咗啲咩嘢。呢種日子，相信好多受到血糖困擾嘅朋友都感同身受。有時連同屋企人朋友出去聚餐，面對成台美食，心入邊都要先盤算一遍，呢啖食唔食得，嗰啖會唔會超標。血糖就好似坐過山車啖，忽高忽低，呢個唔單止係影響每日嘅心情，更可怕嘅係佢正喺度悄悄膽侵蝕緊我哋嘅健康。我哋會開始擔心眼會唔會有一日變得模糊，手腳會唔會開始出現煩人嘅發麻刺痛，甚至更嚴重嘅併發症係咪正喺唔遠處等緊我哋？為咗控制血糖，我哋呢樣又唔敢食，嗰樣又唔敢掂，生活質素大打折扣。但係今日請你先放低呢份焦慮，因為我哋要揭曉嘅係藏喺我哋餐台上最唔起眼卻堪稱血糖克星嘅3大神級蔬菜。只要透過聰明嘅飲食管理，唔單止食得飽，血糖控制嘅效果亦都會令人大食一驚啦。登上我哋降糖神菜排行榜第3名嘅係一種非常特別嘅蔬菜，愛佢嘅人覺得佢甘醇爽口，驚佢嘅人光係聽到名眉頭都皺埋一堆，佢就係苦瓜。點解苦瓜能成為控糖餐台上嘅智慧之選呢？關鍵就係在於佢嘅極低熱量、極低含糖量以及極低嘅升糖指數。100克嘅苦瓜熱量只有10幾大卡，比好多生果都低得多。你可以放心啖食，既能增加飽足感，又唔使擔心俾身體帶嚟額外嘅熱量負擔。更重要嘅係佢含有非常豐富嘅膳食纖維，呢個纖維就係我哋血糖嘅剎車皮。苦瓜食落肚，入邊嘅纖維就好似張開咗一張網，喺腸道入邊直接將我哋同時食落去嘅糖分同油脂網住，吸收變慢咗，血糖亦都跟住穩咗。原本可能半個鐘就衝入血液入邊嘅糖分，而家需要1個多鐘頭先可以慢慢釋放，令餐後血糖好似平緩嘅潮汐，淡溫柔，淡上升。此外，醫學研究發現，苦瓜入邊含有一種特殊嘅活性成分，類似於植物胰島素，佢可以幫助身體更有效地利用葡萄糖，長期落嚟對輔助調節血糖有正面幫助。如果經苦切開苦瓜之後，將入邊嘅白色內陽同核刮乾淨，切片之後灑啲鹽捉一捉，靜置10分鐘，再用清水沖走，苦味就能夠去咗1大半。攞去冰鎮一下，做成涼拌，或者同雞蛋一齊炒，營養又惹味。要注意，苦瓜唔適宜高溫長時間燉煮，以免破壞維他命。而且苦瓜性寒，脾胃虛寒嘅人要適量食用。排行榜嘅第2名係全球最受歡迎嘅健康明星之一，顏色鮮豔，酸甜可口，既可以當蔬菜煮餸，又可以當生果生食，佢就係番茄。番茄唔單止係一個低糖低升糖指數嘅模範生，更係一個天然嘅抗氧化寶庫，入邊最珍貴嘅寶貝叫做茄紅素。高血糖咧就好似係會令身體加速生鏽嘅催化劑，血液入邊過高嘅糖分咧會令身體不斷氧化，導致血管硬化堵塞，引發心血管疾病或者導致神經同埋眼眉血管受損。茄紅素就係身體入邊最強大嘅除鏽劑，佢嘅抗氧化能力極其強大，好似忠誠嘅衛兵彈保護血管、神經同埋眼唔被破壞。長期堅持攝取茄紅素，對於減緩同預防高血糖併發症意義非凡。番茄本身嘅含糖量非常低，喺2餐之間覺得肚餓嘅時候，食一個大番茄或者10幾粒小番茄當作點心，既能解燒補充水分，又幾乎唔會對血糖造成波動。至於番茄應該生食定係煮熟食，其實都好。想補充維他命就生食，因為維他命經熱；想獲得強大嘅茄紅素就要煮熟食，因為茄紅素係脂溶性嘅，需要加熱同埋一啲油嘅幫助先可以大量釋放並俾人體吸收。聰明嘅食法係生食熟食交替啖嚟。有啲人覺得小番茄比較甜就唔敢食，其實同等重量下小番茄糖分確實稍高一啲，但依然屬於低升糖食物。只要控制份量，一次食個10幾20粒係完全冇問題嘅。
降糖神菜排行榜嘅冠軍係一種價錢平、街市周圍都見到嘅食材，生得黑麻麻、滑溜溜嘅口感陀蛋，佢就係黑木耳。黑木耳對腸道同血管嘅清潔能力可以話係王者級別嘅存在。佢最犀利嘅地方在於係一個超級膳食纖維炸彈，特別係富含水溶性膳食纖維。當你將黑木耳食進肚入邊，佢就好似一塊吸水力超強嘅海綿喺胃入邊吸水膨脹，帶嚟強烈嘅飽足感。啖樣自然而然就減少咗總熱量同碳水化合物嘅攝取。當呢塊吸飽咗水嘅海綿入到腸道之後，會形成一種黏滑嘅凝膠狀物質。呢個凝膠就好似溫柔嘅清道夫，將食落去嘅油脂、膽固醇同多餘嘅糖分統統包裹住。被包裹住之後，呢啲嘢被身體吸收嘅速度就會大大減慢，甚至有一部分會直接隨住糞便排出體外。一方面令你食得少，另一方面阻礙糖分同油脂吸收，對穩定血糖同降低血脂有住驚人嘅效果。黑木耳豐富嘅纖維仲可以增加糞便體積，刺激腸道蠕動，解決好多中老年人常見嘅排便唔順困擾。現代醫學仲發現黑木耳含有獨特嘅黑木耳多糖，能防止血液凝結，令血液流動更順暢，降低心血管疾病嘅風險。既降血糖又降血脂，仲可以清腸道、抗血栓。黑木耳攞冠軍，當之無愧。不過喺食用黑木耳時，有一個非常嚴厲嘅安全警告，必須牢記。我哋買到嘅通常係乾木耳，浸發嘅時候最好用凍水浸1到2個鐘就夠啦，千祈唔好長時間浸泡，特別係擺喺常溫下浸一整日甚至隔夜，因為喺溫暖潮濕嘅環境下，黑木耳好容易滋生一種強力嘅毒素，呢種毒素非常耐高溫，就算煮熟咗都殺唔死，一旦中毒，後果不堪設想。呢絕對唔係危言聳聽，為咗安全起見，一定要記住食幾多浸幾多，現浸現食先係最安全嘅做法。呢3種神級蔬菜單獨食已經好病啦，如果等佢哋強強聯手，發揮出嚟嘅力量絕對遠大於3。你可以為自己做一道超級簡單但效果強大嘅3合1降糖養生湯。將半條刮乾淨內陽嘅苦瓜切成薄片，一個大番茄切成塊，再準備一小把浸發好嘅黑木耳撕成小朵。鍋入邊放適量嘅水，水滾咗之後，先將最耐煮嘅黑木耳同番茄塊擺入去。番茄可以煮耐少少，等佢嘅茄紅素充分釋放埋出嚟，湯底亦都會變得酸甜好飲。大概煮個10分鐘，見到番茄有啲軟爛啦，再將苦瓜片擺入去。苦瓜唔需要煮太耐，稍微燙煮個1-2分鐘，保持佢嘅翠綠同爽脆口感係最好嘅。起鍋前加少少鹽提味就好，千祈唔好加味精、雞粉等複雜嘅調味料，更唔好打芡。我哋要嘅就係食材本身最天然、最清甜嘅味道。啖樣一道湯一滴油都冇，鹽分極低，飲返一碗，你能同時獲得黑木耳嘅飽足感同清腸效果，番茄嘅抗氧化保護，仲有苦瓜穩定血糖嘅活性成分。佢既能暖胃，又能幫助平穩血糖、清理腸道。建議每星期飲個2-3次，長期落嚟，身體一定會俾你最正面嘅回饋。飲食管理只係健康生活嘅一部分。喺日常生活中，我哋要優先選擇好似呢3樣蔬菜一樣嘅低升糖、高纖維食物，將佢哋作為飲食嘅基石。同時要堅持多樣化均衡嘅飲食模式，各種顏色嘅蔬菜生果都要攝取，採用清蒸、水煮、涼拌等健康嘅烹飪方式，保留食物最完整嘅營養。一個完整嘅控糖方案，仲需要配合規律嘅運動、充足嘅睡眠同埋良好嘅心態，將呢啲結合埋一齊，先可以真正打造一個令血糖穩定、令併發症遠離嘅健康體質。用更聰明嘅方式為自己同家人嘅健康築起一道最堅固嘅防線，食出健康，活出長壽。